晚鬼地特輯曹公堂。九叔九仔今日同你哋講下傳聞邪門及猛鬼之一嘅曹公潭。呢個地方環境清新優美，仲有一個小瀑布。而呢個環境之下，吸引咗好多行山嘅人士同埋不同嘅愛好者去嬉戲玩水。雖然環境優美，水面如鏡，但係潭底足足有4尺以上嘅深度。而呢個地方不停咁傳出鬼話連篇嘅故事㗎，咁就要一一講俾你哋聽下啦。傳聞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，更衣室內有外籍鬼魂嘅歌聲。有人曾經到呢個嘅曹公潭戶外呢個嘅康樂中心宿營，喺晚上時分諗住揾呢個嘅浴室沖涼嘅時候，誤入咗呢個更衣室，而更衣室一個人都冇嘅，但係就聽到有人喺度唱歌，係一把60多歲嘅外籍人士嘅聲音。呢個時候又有同學唔小心闖入更衣室，咁佢就即刻問下佢哋有冇聽到呢把聲啊？但係個個都話冇喎。事後更有一位女同學喺康樂中心裏邊見到一個身穿白袍嘅女鬼，仲有人聽到半夜敲門啊！你咪話唔驚啊？其實咁猛鬼真係有原因㗎，就係喺2021年嘅5月。一名60歲嘅男子喺早上面全景圍高處墮下，懷疑係撞到硬物，腦幹塗地，倒斃咗喺大廈隔離嘅曹公潭旁邊嘅照潭徑。警員接報到場，事主當場被證實死亡。警方於現場冇執到任何遺書，初步懷疑相信佢係有一個單位度跌落嚟，死因有待驗屍後先至確定。而在2022年3月，有一名家住荃灣嘅17歲嘅南亞裔少年啊，同埋朋友啊，一行3人啊，沿住呢個嘅荃灣咧，照潭道步行到呢個曹公潭瀑布嗰度玩水啊。至下晝4點零鐘嘅時候咧，少年突然間遇溺啊，並向朋友啊揮手求救啊。朋友見到呢個狀況，即刻報警啊。消防員咧派蛙人到場搜索，在3.5米深嘅潭底咧尋獲事主嘅。他咧獲救嘅時候已經昏迷，由救護車送去仁濟醫院搶救。送院時需要儀器啊，進行呢個心肺復甦。另外喺同年嘅9月，35歲嘅非華裔女子同埋朋友去到荃灣曹公潭嗰度玩，下晝4點鐘懷疑係跌咗落去瀑布裏邊遇溺，同行嘅朋友報警，消防派出蛙人去水裏邊搜救。近4米深嘅潭底裏邊救翻呢個女子，佢當時已經昏迷，救護人員即場為佢急救，沿住山徑將佢抬翻去呢個救護車，送院後證實不治。呢個地方已經吸引咗好多唔同嘅傳媒同埋探險人士去探靈，睇下拍唔拍到靈體。如果夠膽嘅你又會唔會去呢？老人家都有講啦。欺山就莫欺水，大家玩嘅時候就好開心啊！但係沒有留意到呢個嘅危機嘅存在，大家必須要注意安全啊！如果你哋有咩意見或者想我哋講下啲乜嘢俾你哋聽嘅話，可以留言俾我哋會盡力去做好呢個頻道嘅。鍾意我哋嘅頻道，記得讚好、訂閱同撳鐘仔啊！